清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台中大肚山，昨下晡4点多发生火烧山，是炭烧甲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尺，因为真快，而且恶瓦近，加上附近就是温泉饭店，台中市的消防局出动3个分队去拍火去抢救，避免火烧对饭店去。 对暗时规片山头同款拢是烟，因为无落雨打扫，所以火是炭烧甲真厉害。现场嘛无水源通拍火，真恶拍花。暗时7点多才把火控制伫范围内。这场火烧山对山内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伤害。台中市的消防局嘛提醒讲，清明要到位啊，去陪忙一定爱把火拍花才离开，因为顶礼拜六一天就接到57件墓地的火灾。 那高雄的美东指那市后山礼拜日嘛发生火烧山，嘛是因为天气打扫恶控制，烧灭5公顷。消防人员配合直升机对天顶转水，直升机是在250多栋美浓湖的水才把火控制掉咧。消防局嘛研判讲，应该是背蒙引起的火烧山。 直升机来到高雄美浓湖，救济了后，前往火烧山地点为空中抓水。空勤总队甲陆军特航部拢总2架直升机，每一摆载运7.6吨的水，协助拍火。主要水源有分成2种，一种是直升机他们立体救灾，他们从美浓湖取水，那我们地面部队消防车的部分，我们是取用消防栓的水源，消防栓的水源是自来水。因为一般的建筑物火灾的水箱大概都是要3吨或12吨，那可是我们山林野火大概就是0.5吨，就是500公升左右，它的用水量其实没有很多。在美浓很多的这个哈港乡亲，他们从过年之后就开始进行扫墓的工作了，然后今年的又缺水，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干燥，所以很容易引发火灾。 10月下昼，美浓火烧山导火点控制到村一处，大约500平方公尺的范围。市府研判可能是扫网引起火警，只是美浓欠水，过拄着火烧山，敢会增加拍火困难。消防队表示，松林拍火用的水量超过民家，水源供应暂时无欠。记者综合报道。 详细的消息，咱来关心西班牙、法国甲德国，拢因为对阿斯特捷利康 A 剂预防车无信心，烦恼会太火路，所以宣布先要暂停注射。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是表示讲，并无证据显示讲副作用有这款镜头，所以建议唔通停止注射。几位民众自注射中心行出来，有人无啥欢喜。 AstraZeneca, ich bin jetzt hier angekommen und erfahre, dass das nicht mehr geimpft wird, weil Frau Merkel entschieden hat, AstraZeneca wird nicht mehr geimpft. Pflege meine Mutter mit 84, ja, und bin stinkig, wirklich. Ne? Meine Tochter ist Ärztin und sie hat gesagt, lass. 进前，爱尔兰、荷兰参考挪威药品管理局的报告，讲有卫生的疑虑，决定暂停做 A 类预防针了后，怎么法国、德国、西班牙也暂停。 德国伫顶礼拜也阁讲预防针是安全的，怎么说讲是预防性的暂缓？西班牙讲暂停2礼拜，法国是讲要等到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的决定。目前 EMA 正准备甲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开会，讲是会回检资料，结果发布意见。因那所有核准的预防针拢伫咧做的英国认为 AZ 预防针是安全的。In driving down not just hospitalization, but also serious disease and mortality. So we continue to be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program. How do you feel about being vaccinated with AstraZeneca? Well, I mean, i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y it's okay, I think it would be okay. 世界卫生组织第15讲，目前无证据显示肺栓是预防针造成的，希望各国唔通暂停做。电都是欧洲以外第一个宣布暂停做 A 类预防针的泰国，经过专家小组检视伊的安全性甲有效性了后，决定国继续做。有一寡资深的医学教授则啦也会做。总理帕拉育也讲愿意做互大家看，增加民众的信心。公司新闻吴宁编辑。
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天气稳定，早暗温度较低凉凉。咱来看温度，今日东部、东南部有地渐雨，其他所在拢是温暖出日头的好天，高温伫26度至32度，暗过早暗较凉，低温是16度至19度。日时暗时温差较大，出门爱会记早外套。若空气品质的部分，这礼拜西半部到大部空气品质较歹，北部、中部、南部空气品质拢是柑仔色的提醒，有的所在会达到红色的警示。若中国的北京空气搁较热辣，北京昨昏出现10冬来上界严重的风暴影响，规个城市拢透风暴沙，无挂翠暗根本就无法度出门，赛车嘛看无头前。昨中昼进前，半工就取消400座飞人机班。详细的消息是，蒙古因为沙尘暴也搁暴风雪，造成10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大楼敢若伫咧云内底，陆地交通的能见度真歹。北京拄着强烈沙尘暴的侵袭，每立方公尺 PM10的浓度升到8000微克，是 WHO 标准值的160倍。行伫路的人拢将嘴暗挂条条，有人规气将规个头拢包起来。看到就觉得是世界末日嘛，然后就觉得这天儿是实在出不去了。说出门吃土什么的，出门，然后我们同事有抽烟的，说回来以后嗓子难受。专家讲，中国北部伫咧3、4个定连发生沙尘暴，礼拜暗突然间自蒙古加内蒙的沙漠吹来一阵强风，造成华北12个省自新疆到黑龙江全部拢是黄沙大天。北京天津等城市也受影响。北京塞车的情形比普通时更加严重，车排甲路长，中昼进前有400多个航班被迫取消。专家讲，这是北京10年来上强烈的沙尘暴。有人讲是因为甘肃敦煌附近森林错伤多，无防护作用，沙才会这么大。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很渺小的，所以说我们在怎么说呢，就是尽量要保护环境嘛。这边沙尘暴是不是影响台湾？气象局讲，台湾这2天是偏东风，风较细，受影响的机会无大。沙尘暴这2天会向南南的方向山震动。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国军高层头一摆正式讲，将南国造原型南所需要的战斗系统，所谓射纳系统、辅助装备系统，在红区的装备已经得到美国的批准，全部拢会当摕到出口的许可。目前咱国南国造会使按照时间表来进行。来关心中国时报。以因社群平台 Clubhouse 最近真呛，因为资料未留伫网络顶头，入边即马烦恼的人会妨利用摕来炒股票。投资人是伫 Clubhouse 开一间房间，挖做过，同齐炒某一支股票，因为未留资料无受监控，会真做空芳。金管会嘛坦白讲，确实有这款可能。来看自由时报，高雄有一个2个月大的查甫婴找公司。其他这2个月大，也毋过伊的尿内底竟然有验出毒品的反应。检方甲红孩仔的妈妈、姑丈甲阿伯3个人抓去，佮发现也佮有8囡仔伫毒品的环境内底生活，已经要求社会局赶紧安置。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5个无镜头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菲律宾甲法国入境的，其中有一个是对菲律宾阿登来的通缉犯。另外，咱台湾要 A2 预防射按算要开始注射，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有建议有3款民众暂时唔好注射。国内新冠肺炎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全部拢是无症状感染者。987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988例是法国籍50多岁男性，是982例密切接触者。990甲991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989例是本国籍50多岁男性，是去年1月到菲律宾因为通缉到案，今年3月12被解送回台，有登记前阴性检验报告入境时无症状，到看守所居家检疫，安排采检才确诊，这是第2例为国外等台湾被确诊通缉犯。他们会有一个隔离的处所哈，那当然就是不希望说他从国外回来，即使是位置不够，但是还是要腾出一个地方，就是避免他会去传染给其他人。
另外，新冠固定 AZ 疫苗伫欧洲做1700万剂，有37件会价塌掉的通报事件。台湾第一批11.7万剂 AZ 疫苗也特别做。指挥中心公布，做疫苗注意事项，对疫苗成分过敏，做第一剂出现急性严重过敏反应，甲18岁以下青少年唔通做。假使是急性严重疾病，而且有发烧或者是急性感染者，建议也暂停卖做。假使血小板减少或者是血友病患者，免疫功能不全，有新的婚人或者是正咧饲奶的女性，应该由专业医师评估，佮决定是不是要做。就这样医师评估啦，就是有相当多的可能的发生的原因，就是如果在接种的那一天有任何的一个问题，都会跟医师说明。东京奥运要伫今年7月23开幕，指挥中心将奥运选手列为优先做的对象，初步规划是予选手做 AZ 疫苗，可能会比较医护人员。工会人分配组则未出现副作用的时阵，真歹分别是一般感冒或者是疫苗副作用所引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亿万例，死亡人数有26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是990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4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巴西是超过1150万例，伫印度是超过113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2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13万例。镜头来菲律宾，菲律宾的疫情野悬，昨昏通报新增加5404例，创下7个月以来新高。而且连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嘛去话着，为着要防止疫情继续扩大，首都马尼拉对15昨开始已经要实施2礼拜的宵禁。穿防护伞的工作人员入去社区做疫调，也阁有车伫咧喷消毒剂。因为菲律宾最近几天新增加的确诊人数一直窜悬，最10到13之间，每天新增加的病例拢是以倍伫咧增加。15通报增加5404例确诊，创7个月来新高。总共62万多例是亚洲第2，印尼是第1。首都马尼拉自15开始实施2礼拜宵禁。有一寡所在甚至暂时封锁。Siyempre masama ko namin kasi mawala na naman kami ng sa ekonomiya, yung pagtitinda mahinto na naman, imbes na makahanap buhay, hindi na naman tayo kikita. Paano kakain yung pamilya pag lagi walang trabaho? 疫情也拖到总统府，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奎15伫咧新闻简报时阵宣布讲，伊家己确诊新冠病毒，也开始自我隔离。伊是总统杜特地内阁内面第5位确诊的。另外，香港最近疫情也窜悬，15新增加的30例内面有16例是本土个案，所以港府决定优先自有放射的范围扩大为30到50岁，希望民众赶紧去做。不过，15个传一件自中国科兴有放射了死亡的个案，到即马已經有7例死亡個案。不過專家講，初步看甲有放射無關係。同埋死亡嘅個案情報嘅數字咧，亦都係做咗一啲初步嘅相類人群過往同時期嘅死亡率一啲比較，主要係講緊有一啲心臟疾病啦，同埋一啲心血管啊、腦血管嘅疾病。委員會講，死亡個案攏有心血管嘅疾病，或者是其他腹內問題，亦個係等解判報告，才能知影是毋是甲自有放射有關係。公司新聞陳慧琳編譯。疫情嘛，那親像佇歐洲拖環頭，法國甲意大利14一天新增加的病例攏超過2萬例，其中法國的加護病房強要填啊！那意大利對昨開始全國嘛進入第3階的封城。醫護人員協助病患運送專機，所落來啟程前往附近城市的病院。法國疫情繼續升懸，住伫加護病房患者已經超過4100人，佔床率逾80%。法國當局計劃伫本禮拜出動專機甲改裝的高鐵列車，協助運送大巴黎地區100名患者，以減緩首都病院的壓力。À peu près, les volumes c'est 6 patients par jour avec les moyens aéroportés, donc avion et ISMUR.
病例数是全球第6冠的法国，累计400多万例确诊，则是单日新增26000人，而且着病患者的年纪出现下降的趋势，显示疫情危险。公卫专家拢呼吁要实施封锁。法国总理卡斯泰表示，政府会尽全力避免第3摆封城，也毋过会采取其他措施。上场头前，人排甲真长，出发世界食饭的人，骑甲罗马街路实在通通，民众赶着封城进前，享受最后自由。因为自10月起，10个大区，包括罗马甲米兰，有3/4的人将中心进入封锁状态。Non penso che sia una cosa giusta questa, quella di richiudere un'altra volta tutto. Secondo me si poteva trovare altre soluzioni. Anche se il lavoro rispetto all'anno scorso si è ridotto del 90%, noi comunque vivevamo di quelle piccole gocce che avevamo, che puntualmente ci verranno nuovamente sottratti. 今晚的疫苗注射进度甲变种病毒的扩散，意大利过去1礼拜感染率提升15%，这是单日新增病例数达到2.1万。面对这波疫情，政府加强封锁到10月初3到初5，这也代表意大利市民将连续2年伫封锁中度过复活节假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咱吉利亚是个传出有恐怖分子撞入去学校掠学生，有39个大学生互掠去，佮公布因苦毒学生的影片。这竟是3个月过以来第4届大规模的绑票案。武装分子哪提枪，哪会着棍啊是鞭啊，带来向人质身上拍落去，惊甲因伫涂骹一直哭一直喊。惊吓国民来自奈及利亚，当地北部顶礼拜四再度发生枪手弄入去学校别人的事件。影片中都是互人当作马票的大学生。We are plead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ome and rescue us. Most of us here have been injured, badly injured. Time is going. Most of us here are having health issues. 这个人质是北部杜卡纳州一间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当地时间11暗，枪手弄入校内宿舍，挟持900名师生，甲军警激烈枪战。事后警方救出180人，不过有缘有39名学生获绑走。代志过2天，绑匪就释出变态影片，佮透过学生要求政府交付131万美金的赎金，也佮警告警方唔通动用武力救援，若无效果家己负责。不过警察表示，还未收到要求，同时强调绝对袂付赎金，会将学生安全救出。事实上，这已经是来过3个月来第4件大规模绑票事件。2月底，西北部赞法拉州一间女校被绑走279名女学生，3月初互绑倒转来，同时间年日左右有一间大数学校互枪手攻击，27名学生互带走。去年12月也是西北部的卡钦纳州有一间男子中学被绑走300多名学生。上先开启绑架学生恶例时，极端组织扑克兄弟为政治目的，伫2014年绑走约300名女学生。不过，内阁官员指出，最近绑匪犯案真侪是为赎金，也是要求释放各种同伴。内阁总统布哈里要要求州政府唔通付赎金，互绑匪变做恶性循环，而是加强学校安全，互嫌犯无所在下手。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中部的珠城县伫台湾时间早起4点左右发生规模4.8地震，南边的东京建筑物卖摇，目前并无传出灾情，嘛无发布大海中。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打算要来加扣税，而且是要针对好业人加税，这嘛是美国政府自1993年以来头一摆提出要加税计划。来关心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军方是继续镇压民众，造成死伤真惨重，真侪人即马走去印度。印度的警方估计讲，上无有400多人走入去印度，嘛包括真侪警察，也有消防人员。来关心缅甸的军方发动政变，根据上新的资料，军警已经杀害183个人，而且伫仰光工业区，嘛有一间咱台湾资金加做鸭厂去互中国牵连着，互放火。咱侨委会是呼吁台商爱细致，外交部嘛建议伫缅甸的台商挂甲国旗伫外口，表示讲咱是台湾企业，避免互误会讲是中国人。
缅甸的局势持续混乱，也传出当地反中情绪升温。则是伫香港的工业区莱达亚区有真侪间中资工厂，好亲像互人放火。工作人员兴兴公公提灭火器，想要拍花工厂门口的大火。快点灭！快点灭！不过，也有一间大商企业的做牙厂创业公司受波及，交易会委员长董金元15到立法院备询进前，都证实这件代志。我们确实有接到相关的讯息哦，因为在当地的形势有些恶化，那确实有些台商受到一些波及。不过我们驻外同仁都有在密切的在注意跟联系，那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台商在缅甸都能够谨慎小心。这个做牙厂是台中大业来业兴业公司所有，主要是生产国际品牌运动鞋。公司是强调，香港工厂是经卫式导火，无人原来是设备受损。外交部讲，10个台湾籍干部拢真平安留伫工厂内底，建议台商企业爱挂咱国国旗，表示是台湾企业，通甲中资企业有所分别。要以缅甸文的文字标示是台湾的企业，并且悬挂我国的国旗，要跟当地的员工还有附近的居民说明，我们是台湾的工厂，以避免外界混淆。不过，缅甸安全部队则是伫各地开枪镇压示威民众，至少造成39个人死亡。有外国媒体报道，香港庄卡有一间病院收到34具遗体，实际死亡人数恐惊更加侪。莱达亚甲雪比达这个地区由缅甸军警进驻，进入戒严。台湾是不是加开救援班机撤侨？由外交部统一指挥，交易会会全力配合。一些这个工厂啊，稍微有一点点的受损以外，目前为止台商方面大家都还算是平安的一个情况。目前伫香港的台商表示，大部分的台商拢算安全，也拢有保持联络。大部分的侨民拍算坐3月定期航班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这阵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寡境外学生无法度摕到咱台湾的签证来咱台湾读册。有学生团体就呼吁外交部对境外学生开放伫线顶申请签证的服务。也毋过，咱外交部是表示讲，安尼施做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危险有疑虑。境外生权益小组3月15发新闻稿表示，有一位伫加拿大境外学生。去年秋天到奈及利亚的台湾办事处办理签证，要来台湾读册，不过一直拢无得到有效的回应，延前到今年春天才入学。I chose Nigeria embassy since it is closer to my country, Ghana. I went there. The security man said the embassy wasn't working. Meanwhile, there was nothing on the website saying that the embassy will close or whatsoever. Finally, the embassy responded to one of my emails saying they didn't ask me to come on any appointments, but I should choose to stay there or go back to my country. 境外生权益小组认为，因应疫情，而且有部分国家无台湾的办事处，所以外交部应该要提供线顶申请签证的服务，若无就开放代办。是因为那个疫情之下，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减少那种面对面语言的流动，而且就是不同，有很多国家可能它不开放，或者是很多国家它没有台湾的办事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情况里面要有外交部应该有应变的方法。外交部回应，电子签证只提供短期旅游的旅客甲商业人士。而且以前捌发生有人假做学生，用假文件申请入境。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就要严格审查，所以无法度开放长期踮伫台湾的外籍学生申请。境外生权益小组表示，毋但即摆加拿大的案例，也有其他国家的学生也拄到相同的情形，这毋是孤一个个案，也是希望外交部会当开放较方便的线顶签证申办。记者郭碧君、陈宝罗台北报道。来关心海巡署昨暗伫马祖的海峡发现可疑的中国渔船当在走私，伫船顶嘛有发现一批台湾做的民生用品，已经押转来依法送法办。海面顶乌麻麻，马祖的海巡队在4点6点外，伫咧龙岛海峡附近用雷达锁定并且监控可疑的目标，发现一只中国籍的万年渔船，甲无罪名的快艇，用子母艇的方式走私，缩短走私的时间。涉嫌走私以子母艇的方式作业，借由快艇灵活性高，搬运货物迅速等特点，缩短走私期间，立刻以优势的警力登检2艘陆船控制。海巡人员靠优势警力，用速甲2只船绑做伙去检查，也加派人间队部357个海巡船来斗3工。伫船顶发现载着大批民生用品，数量也怪查。
立即将2艘走私船押返南竿福澳港，实施人船消毒后留置调查后续将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海关弃置条例》扩大侦办。中国这批渔船拖快艇外界，并且在不法的物资，海巡先甲违法的渔船押登去南竿的福澳港，对人甲船做消毒，并且甲8位中国这批渔船留置调查，依法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保护海藻台议题最近正受讨论，有平面的媒体就报讲，总统蔡英文最近有去找台塑集团的总裁王文彦，讲希望伫麦寮港起一个天然气的接收站，来取代第3天然气接收站。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是回回讲，接收站毋是讲起就起这么简单。台塑嘛回应讲，麦寮这边的甲政府无关系。这个麦寮电厂现在开始要做可行性评估要通过环评，经过地方政府的同意等等，估计起来最快也要6年以上。经济部长王美花再次强调，麦寮毋是也无法将为关东第3接收站替代方案。掠走麦寮，爱阁供气予大潭电厂，都爱阁另外有一条超过180公里的公线，无论陆港还是行海港，兴建完工的时间会阁较长，工期无法度估算，完全无法度赶上2022年底供气予大潭电厂法定基础。台塑化董事长陈宝龙强调，把这个燃煤基础改造成为天然气基础，是为了入侵减少二氧化碳这个任务。那跟第3天然气接收站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环评通过了，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供应的整个计划，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处理我麦寮本身的事情。总统府也否认，讲因为离伤远，工程难度高，无法解决南电北送，也有时间未付以上这4个原因。麦寮电厂已经毋是3接替代方案，有环保团体建议，台北港离大潭电厂较近，来做起陆港未破坏到草搭，而且长度差不多40公里。不过王美花是讲评估过时间上紧爱11年，也是做未赴。如果改成台北港，最快的时间要11年，路线要从61号的下面，这个都是交通非常密集的地方。海岸线呢，要经过也是有很多的礁石。另外，针对环团捌点名基隆协和电厂台中燃气接收站扩建这一当当作3接替代方案，王美花表示，这2个电厂拢也未完成环境评估，时间会更较慢，兴建加供气的时间至少要听候到2027年以后。而目前连署数已经挖近70万份，预定是这礼拜四送交中选会，来做တင်愛草搭公投順利成案，將在今年8月28號將為公投法修法了後，今年第4案全國性公投。記者綜合報道。保護海藻台公投會成案，那立法院的衛生環境委員會昨下晡是專講去關東工業區第3天然氣接收站的建地去考察，立委、環保團體甲經濟部的官員三邊對話。發起公投連署帶頭的潘忠正是認為講，中油是經一個上歹的所在來起，也毋過經濟部強調講，目前已經是上好的方案。會議室內底客滿立法委員、政府官員甲環保團體，這是တင်愛海草搭公投有希望成案了後，環保團體甲政府官員第一擺面對面針對第3天然氣接收站開發是毋是破壞海草搭做意見交流。公投領導人潘忠正表示，反對3接起佇大潭海藻大區，這是錯誤選址。我們從來沒有反對第3天然氣接收站，我們只是反對你把它蓋在國寶級的地景上，找一個過去認為最不好的地方來做唯一方案，背後大家不覺得有怪怪的嗎？立法院維權委員會去桃園觀塘工業區甲3接所在地考察，針對經濟部對外一直強調開發面積減少9成，只剩13公頃，也無新的店區。按過內政部的資料所顯示，寶華碼頭外海店區面積差不多62.4公頃，即比經濟部高度民眾。把你所有送到立法院的公文書全部重寫，不要再寫沒有任何田區。不要再說謊，不要再欺騙民眾，不要再誤導大眾。不過經濟部澄清，只無新店區是伫海埔海草搭成長的區域。不斷的在社會上呈現的，我們去破壞那些粉紅色的藻礁。今天要做一個釐清，我們沒有去動潮間帶
上面那些美丽照片的藻礁。立委官员甲团代表伫讨论2点钟了后，伫差不多退楼的时阵，去现场继续考察。团游玩这期包含工业港的准污、正球的拍装，拢可能伤害较外海的水下大体。经济部表示，无拒绝进一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中部的水情，即马安洞洞、李鱼潭、直基水库的水是哪来哪少，传落来真正有可能会实施分区用水的措施。台中市昨昏就进行对抗可患的演练，以5天有水、2天无水来做演练，嘛讲尽量要互生活用水、甲病院的用水袂欠水。消防水车内消防员有水线将水灌入医疗院所的水塔，模拟医疗院所水管供应状况。另外一边，也有水车载水将水塔灌满，高地水也无够，就是要确保民生用水无欠缺。水情严重，就连工地抽来地下水也要好好利用。这套就是水利所移动式净水设备，估算每天应付5000公升散水量。3种情景就是模拟大台中地区水情进入第3阶段应变机制，因为水情依然不乐观。那我想中央对台中市的供水有可能进一步的紧缩哈，那也因此呢，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进行了区域的调度的功能。那确实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降雨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展望未来，距离我们枯水期结束还有相当的这个时间。水源供应大台中地区的水库继续探底，根据水利所的资料，到15号下晡3点，李鱼潭甲直基的储水量分别只剩13.6%甲8.2%。目前中部地区属于第2阶段甘仔设定好警示，水利署讲是毋是要强硬停止，也在讨论。目前无时间表，暗过自来水管老旧也是大问题。整个管面压力可能有增加，然后又爆这边，如果太脆弱，这边就会爆掉。它是16.83哈，是稍微还是比较高一点。台中市南区一个自来水管15透早向北港扑出来水，到4点钟，当地里长讲已经不是第一摆。自来水公司表示，2020年各县市漏水率统计，台中市6都当中漏水上严重地区。要伫3年内开20亿来改善，虽然尽力修补，不过也互紧张的水情更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昨台东发生一阵车祸，一台轿车超载6个人，驾驶啉烧酒驶车，家己去弄山壁，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车手驾驶是台东大学的一个查某学生，伊本身嘛是亚运培育训练柔道咱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专案即嘛是依照公共危险罪、甲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车祸现场，蓝色的小绿车车身毁了，连胎龙飞，车坏伫台东东海华公路的嘉武资源路段，受伤的人送医急救，其中乘客现场的查某学生急救无效。经消防队抢救，车内一车6人均已脱困，其中左后座张姓女性乘客因头部伤势严重，现场失去生命迹象。警方调查，车是5人座，却超载甲6人，驾驶是亚运培训国手杨武杰，载共校3名女学生甲另外2名青少年。杨武杰是台东大学运动竞技系学生，是每年亚运的柔道培训队成员。2019年，伊先后伫亚太青少年柔道锦标赛甲台北柔道公开赛铁牌。我们后续就是心理师跟咨商师都会给予学生那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协助。那在经济的部分，也会按照学校的一个流程给予家庭跟学生一些照顾。杨武杰经过病院抽血检测，酒精达0.55，涉及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罪嫌，且违规超载，会以交通法规救济，相当罚100,000。虽然死亡会向吊销驾照。对于培训的选手调书，国训中心强调，有严格要求选手遵守相关规范，毕竟一个无注意，都可能造成家己甲国家的损失。选手来讲的话，政府也投入那么多的资源来训练，希望能够来为国家这个代表争光。那么相对的，这个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产哦。那当然相对的，选手也是他个人的一个重要的资产。
国训中心强调，还未收到检警的调查报告，若讲违反中心的相关规定，上当退训。行政处分交予协会纪律委员会处理。另外，嘉义市湾西环路段是大 S 型的弯道，上悬速限是50公里。105年到今已经发生5件交通事故，包括本案。今年到今2件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云林大鼻乡的丰田社区，正在做传统农村的大改造，甲原本就有的幸福专车站、甲柑仔店装塔甲水当当，那互社区的民众会当住甲搁较舒适，嘛希望会当成观光客来行搭，带动地方的观光。若听到塞纳河，一定会想到法国巴黎正浪漫的迄条。想袂到伫云林大鼻乡丰田社区内底嘛有一条，而且伊的名号由来实在真趣味。规庄就是吼有一条塞纳河，啊，恁庄脚所在哪有塞纳河安尼啦吼，啊，结果我就做去就甲讲讲，啊，都规个拢滴塞水伫流，因为咱阁有迄个幸福专车为咱遮过，啊，所以讲咱毋则会去想着讲有即个。怎甲这个点吼，甲叫做讲塞纳河驿站。除了互居民等幸福专车的塞纳河驿站，社区发展协会嘛甲环境大整修，利用社区内底原本就有的资源大改造，毋但保留原始农村的风景，佮甲因装塔甲水当当。亲像这间上届传统的柑仔店，经过整修了后，就亲像观光客爱去翕相的景点同款。建设有好咯，空气也较好对吼，啊环境卫生较好，啊人看起来就较周全较好啊。上届传统的柑仔店，啊，就是伊的是说啊吼，即马拢大家拢发挥了真好，啊拢无住伫个遮，啊我交伊的是说啊，我甲伊讲，啊伊就第一个时间伊就同意，啊咱就第一阶段啊，咱就是甲遮做起来。其实社区营造的目的，就是希望互社区的环境更较清幽，而且佫会当打造出每一个社区独一无二的特色。丰田社区经过改造了后，毋但保留农村的风貌，外观嘛加真少年。希望未来会当向更较侪人来行搭，带动地方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麦仔有95%拢是靠进口，为着要推杀咱国内国产的麦仔，云林有在地协会办活动，推杀麦仔甲麦料的文化。一粒一粒的麦仔是生甲食饱阵，大人囡仔拢来遮采收，体验这个过程。今天来采小麦，采小麦又可以做农啊，休闲娱乐。今天来到这边就是可以亲身体验，然后认识小麦的怎么种植过程。云林是农业大县，早期就有种麦仔，但是即卖因为贸易的关系，国内麦仔有90%是进口的。所以，云林县有限农业推广协会就举办活动，推广麦仔和麦料的在地文化。但是现在呢，因为那个贸易的关系所以呢，那个小麦已经都是用进口的那如果我们吃的这些进口的，都会增加食物里程。我们一直鼓励在做杂粮。麦寮它早期的名字叫麦芽寮，就是因为种麦来的嘛。那我们就希望在麦寮这个地方呢，能够继续可以看到麦。虽然我们的产量很少，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持续让大家来到这块土地，就知道说麦寮是有种麦的这样一个历史跟文化。现场也有真侪麦仔的加工品提供予民众选择。云县会农业处长是表示讲，希望大家支持国产品，拥有这片土地。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像小麦这样的一个耕种，然后也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能够支持自己国产，来永续这块土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甲花莲交界的六顺山内底有七彩湖，因为风景真水，即马是真做一璞璞的景点。当地即马有业者违规用车载人客上山，有专家建议政府爱做管制。原住民骑车行伫丹大林道，带着后壁车辆前进。南投甲花莲的丹大林道是上知名的顶八角路线之一，边仔就是高山湖壁七彩湖，因为日头照落来会出现七彩光线出名。不过山仔开放了后，却传出有人违规提供汽机车代步。箱型车绝对不要夹带那个登山客的人，这个会造成很多困难。这样。林管处警官进行宣导，强调丹大林道除了用行的非动力脚踏车甲当地原住民参这片功夫警官会当进入，其他汽机车拢禁止上山。
我们在2分所有做人员车辆的管制哈，那一般车辆要进入，我们是会做劝导，不让机动车辆进入这个林道哈。专业山友表示，这是通往百家之一的乐顺山的必经之路，尤其途中会当看到七彩湖。山那开放了后，更加吸引不少登山客。不过为管制站行到七彩湖要1天半，甚至要10年。为花莲入山的万永林道也管制，为南道骑车大约只要4点半钟就会当到，却也生出不少乱象。在湖畔扎营，很喜欢把废电池、排泄物、厨余都倒在湖畔里面。对这大自然生态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破坏。张浩勇指出，山那开放这几年带来不少登山客，建议总量管制减少冲击。林管处强调，入山拢爱定期之外，若讲违规开车还是骑车弄入去，会当以违反《南投县登山管理注意条例》相关罚3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海岸线有124公里长，线因为袂使落去省水，即马为着要响应中央政府向海洋致敬的政策，花莲县政府最近修改规定，有开放3大海域。来花莲秀林乡崇德海边啊，最近正流行就是告船啊。不过以往这片海域相关的管理办法无真明确，或者游客常常下晡入去沿海山甲渔民发生冲突。为了这个代志，花莲县政府特别颁定新的水域休闲管理规定。整个海岸区域划分为3个部分，主要就是非动力区、动力区、潜水区。希望说在这有限的水域的范围里面，大家区隔开来，然后做一个最安全的游憩活动。县政府公告3个休闲水域，主要是 A 崇德区、B 三站区、C 七星潭区3段。其中崇德海域常常有沿海山，所以游客甲渔民常常发生冲突。这届制定新的规范，虽然也有明定范围，不过算的人甲渔民看法差真多。好处就是可能会有更多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但是坏处就是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像是垃圾的污染。我们渔场乐见观光，但请县府看是否方便能够比照七星潭这样，再空格100米，再设置个缓冲区。那是美大三站区，就是非动力加动力混合区，水上奥多麦加金蕉船会当伫这个所在活动。爱耍的人是认为讲应该开放其他的区域，4段七星潭是开放畅水味。希望开放北滨，还有盐寮。那尤其盐寮港的话，这几年它因为淤沙的问题一直很严重，倒不如我们可以开放，就是给水上摩托车。很希望政府能够帮我们这游憩民众做一个步道，因为我们也不想打扰到有妨碍骑自行车的人。县政府强调，相关从事休闲活动，若做牵涉到盈利，第一，业者必须要有工商登记；第二，爱替游客投保一定额度意外险；第三，要有相关救援计划。相关规定会伫4月公告，若做有不足的部分，会采用变动式修正。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抢救野外动物的性命，20多人前对英国来台湾的山投入解救这动物的工作。伊甲伊台湾的太太，伫新北市的三芝成立一个救援协会。3年来，已经救超过500只动物。This is Woodstock, and when Woodstock came here, he had no fur, just skin and scabs and blood. 对上加入来这个伫咧新北市三芝的狗仔安养园区，就发现这个狗仔唔是无脚步，就是欠一支脚。You'll see that about 30% of the dogs in our care have lost at least 1 foot. Some have lost 3. Because of the traps. 1999年对英国拄来台湾的Sean，自本是英语老师，因为唔甘野外动物着皮肤病、出车祸，甚至断掌，开始出手来甲因解救。这10多年来，Sean踮过3种无同的动物保护协会，注心伫咧照顾动物，也关注因的权益。2017年，Sean 和伊的看手池玉晶创这个野生动物救援协会到达，已经救超过500只野生动物。不过，固定营运的资金有关是因上界烦恼的。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就140万左右，我们每个月其实都算是低空飞过，正在尝试更多的方法可以增加捐款，尤其是每个月固定捐款的。对
对动物来讲，被领养就是最幸福的事情。Taiwan is an amazing country, and it makes me so proud that I'm in a country and my kids are Taiwanese. When we are so successful as a country that we can pay such great attention to animal welfare. So yeah, that's what it means to me. I love it. I really love Taiwan. 伫台湾生活21冬，上公除了家己的2个囡仔，这野生动物就是伊的宝贝。未来因望有更较侪人来认养，也打算替迄寡残废较侪回狗仔和猫仔去大型的庇护所，互因有搭建野外的生活环境，安心到老。记者阿敏清、曾派文新北报道。2014年日头花运动，这场学运有侪少年家投入，少年人用因新世代的方式来了解社会、关心政治。学运是一时的，尾也有侪学生囡仔嘛继续投入改革体制、参与政策、久长的社会运动。有一阵读法律的学生，对迄阵开始就伫网络顶悬用白话来解说复杂的法律条文，甲当因也继续咧做。2014年3月18日，因为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有民众带头爬墙入去立法院，接领议场，表达诉求，展开24天的太阳花运动。唔但惊动国际，对台湾政坛甲社会嘛产生真大改变。318太阳花了后，你有看到讲？有足多迄新形态的民主的参与方式伫咧阮个社会内底吼，足多政府哦，足多政府单位哦，即马开始推动像参与式预算。随着这几年的操作的话，我觉得当大家越来越习惯参与式预算，透过这个参与式预算，就像是一个民主的学校哦，民众他会开始知道说，我不是只有在听政府的这个政策而已，其实我也可以，这个我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进入这决策的过程里面，那它可能需要时间。太阳花运动了后，开放政府变成口号，社会运动往往是第一时间的激情。如何延续林佑成讲，制度的设立是真要紧的。所以今天社会运动如果想要对于我们社会带来一个长远的影响的话，它需要造成一些制度性的一些影响哦，设立一些单位，设立一些制度哦，这样才能够长期的去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否则它就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但民众要参与政府杀政策的讨论过程，嘛要大声了解相关细节内容。伫太阳花运动时，也伫东吴大学读法律研究所的杨贵娣，就和朋友做伙设一个网站法律白话文。正希望用白话，也就是好理解的方式，向民众解说条文争议。所以当时讲服贸协议的懒人包很多，那这些懒人包有的立场有问题，那我们就觉得说，网络上为什么没有网站好好的跟大家讲这些法律知识，可以跟维基百科一样？所以一开始的初衷是想说，利用那个热潮，我们来开一个讲法律的网站。网站一开始大部分拢在讨论服务协议，后来慢慢探到无同领域的法律知识。但是杨贵娣也讲，其实大部分的人未想要主动了解法律，所以因也哪做哪调整方式。我们初级曾经有尝试过，就是想要做很完整的法律的介绍，让我发现，譬如说可能把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但我发现民众无法引起网络上的民众太多的兴趣，就像我讲的，可能民众更他就有在自己遇到的时候，肚子有时阵才会想要学。那都已经来不及啦，所以我们就转一个方向，我们就是配合时事去讨论。大家好，我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站长桂智。我们今天这一集邀请到巫医师来跟我们聊女性堕胎的相关法律问题。生活中接拄到的议题，成功引起民众的兴趣甲讨论。法律本身有侪的专业技术，杨贵娣甲因的团队希望正做民众甲法律界中央的迄板桥，用白话向民众解说，希望这议题当中的法律知识会当透过传播甲讨论，互台湾社会注入更较侪的法律养分。记者杨淑晴、谢桂玲台北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澳洲的政治界，最近是发生讲操打骗术的歹代。总理莫里森带头执政联盟是地青，拢无要积极来处理，这是引起各地不满。昨昏是发起街头大游行，要求因的国家爱重视。
堪培拉雪梨墨尔本澳洲40个大城市甲乡镇的市中心，15点到开始出现大阵示威的民众，将规个街路塌甲颠。这场为正义而行的大游行，主要是最近政坛所爆发的性侵、性骚扰所激发。不过保守的政府无作为，甚至爱被害人卖讲话这个做法，更加让各界妇女正生气。It's really uplifting. It's been so discouraging reading the news and how much has been lied and obscured and covered up. So to see this huge swell of all people coming together to say that enough is enough is encouraging. 澳洲司法部长普特互人控告1988年伫读册期间性侵一个16岁女子。消息被公开了后，外界要求莫里森政府对这个司法界最高官员展开独立的调查。不过当事人伫去年已经过身去啊，警方以证据不足结案。莫里森政府就因为安尼，将这件代志按下。普特本人15大游行即天，佮威胁要以诽谤罪控告爆出性侵相关报道的澳洲广播公司。另外一个案件是捌伫广播担任顾问的希金斯，伊伫2月中对外公布家己伫2019年去男同事伫部长办公室性侵害，伊向长官投诉，却是互人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主诉的是国防部长雷诺斯女士，佮辱骂希金斯是一个爱讲白贼的牛某。Significant failings in the power structures within our institutions. We are here because it's unfathomable that we are still having to fight this same stale, tired fight. 希金斯伫媒体前所讲的，激发着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妇女站出来讲出家己所拄到的性别不平等对待，压力愈积愈大。莫里森则是邀请抗议团体前往国会界会晤，不过互人拒绝。抗议人士要求必须完整对外公开，无做暗经协商。联合政府大部分的国会议员也无参加大游行，敢若工党领袖甲几位反对派的议员出现伫堪培拉的游行队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在镜头来印度首都的新德里，当地民众生活瓦靠的水源雅穆纳河最近水变乌，阁有毒的泡，有种源就是当地工业的垃圾水。这条河水面差不多一半拢是这种白色的泡伫咧路顶上，其实这款泡拢是有毒的污染物。印度的圣河恒河的重要支流雅穆纳河是首都新德里重要的水源。当地60%的用水拢是靠伊，不过当地时间13，这条河出现大量有毒的泡、废水、粪扫，规条河袂输是臭水沟啊。यमुना बहुत काली हो गई है। गवर्नमेंट शुड मतलब कुछ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कुछ ना कुछ एक्शन लेने चाहिए, वरना विदिन ये जैसे 5 साल में ऐसा हाल हो गया, आगे 10 साल 15 साल में तो मुझे लगता नहीं यमुना रहेगी कभी。居民真不满，因为雅穆纳河唔是头一遍被严重污染。这条河2月底才发生同款情形，污染源拢是来自新德里的人类的屎尿加工业废水。जितनी भी गवर्नमेंट आई है, आय केजरीवाल ने कहा था कि साफ करेंगे, कहाँ साफ हुआ है बताओ? ये सारा फैक्ट्री को गंदगी निकल के आ रही है, सब सारी गंदगी है यहाँ पे。新德里每天产生将近11公升的废水，不过因为管理无好，只个一半污水会经过处理，剩的全部拢排入雅穆纳河，几多年来拢无改善。环保团队已经采取行动，向印度国家绿色法院加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希望用法律的力量来救雅穆纳河。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来关心今日国际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3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